国民党屏东县议长周典伦涉嫌伫郭台铭宣布参选咧受连署书的时，涉嫌用钱买连署书的乌西案，以后检调约谈了后，已经互法院收押禁见。另外，检调嘛有查到几啊件中国介入选举案件，中华泛蓝协会高雄成员郑志成，就涉嫌招里长去中国游览，佮接受国台办的招待，检方嘛依照反渗透法，甲伊提起公诉。 几个县议员日中昼伫个县议会门口抗议司法不公，都是为着屏东县议长周典伦，因为哪像牵连郭台铭参选连署、提钱买连署书的案件，半暝去互羁押禁见。副议长罗文瑞批评是政治迫害。好看买，徛在安尼里尔，真底啊，透早6点半，17个人去到因厝，去甲搜索，去甲处理。 政治的这样子的介入司法，让我们觉得台湾的民主社会是让我们感到遗憾、感到失望的。大花今日去屏东地检署，25半暝，周典伦甲伊的第3查某囝，也就是国民党中常委周明荣，为调查局南基站，向移送登去屏东地检署复讯。检方认为讲，周典伦涉嫌伫郭台铭参选连署的期间，提供资金予周店长等人，互因以1分200块来买连署书。 本件相关地点的监视录影器画面档案已经遭到格式化，而且提供本件资金的来源尚未到案，有事实认为被告有勾串共犯、证人及湮灭证据的疑虑，因而有羁押的必要。检方讯后认定周典伦涉嫌犯总统、副总统选罢法，犯罪嫌疑重大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。因为周明荣是以50万交保，周明荣交保了后，随坐车离开地检署。 周典伦加做检方这波查缉行动内底，头一个防羁押禁见的地方议长。不过，大选的风波唔但这个案件，也有中国介入选举的争议。郑姓被告受渗透来源之资助及委托，安排由陆方资助之落地招待行程。台办人员在交流座谈会及参会中宣传支持特定政党、支持特定候选人、下架特定政党等言论。高雄检方11月底追查中华泛蓝协会高雄的成员郑志成，涉嫌利用社区协会干部的身份，招里长接受国台办的招待去中国旅游，有配合中国介入选举的嫌疑。就算伊捌出面法院网，检方25也是以反渗透法、甲选罢法甲伊提起公诉，加做中国介入选举案件内底头一个去互起诉的被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